性别意两性奥，大家好，我是碧纯，带你一起来了解现代性别多元平权观。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呢，在工作职场上会因为性别跟性倾向呢，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有差别待遇，而且有可能受到这个性骚扰，不知道该怎么办吗？我们今天呢，要来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性别多元平权观里面的性别平等工作法，到底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保障呢？好，那我们今天除了性别平权方面的专家以外，还请到了法律方面的专家到节目当中哦。现在就为大家来做个介绍。首先，我们要来欢迎的是万福法律事务所的创办人许世选律师。各位大家好。接下来欢迎的是长隆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我们欢迎张英韶老师。大家好，我是张英韶。最后一位我们欢迎的是昆山科技大学幼保系的助理教授王美琴老师。大家好，我是王美琴。欢迎三位哦。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来讨论的就是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那其实讲到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呢，它一开始是性别工作平等法，那在2023年修法改名叫性别平等工作法。哇，大家听到这个就是说，一样是7个字啊，字数没有变啊，结果他就把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改成性别平等工作。那这样改过来之后，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含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来请教英韶老师。是。性别2个字，当然我们在节目中曾经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多元的一个认同价值跟观念。那过去呢叫做性别工作，也就是说多元不同的性别在工作的时候应该被平等对待。那但是呢，现在更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是性别平等。在工作领域里头，该怎么去落实执行和被对待？所以把它字面上，虽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文字游戏吗？事实上不是哦，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的一个揭示。所以就是凸显这个性别。它的性别平等是更重要的。哇，好，那这个我们大家就知道说，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改成性别平等工作法不是文字游戏是有一种更尊重的一层意义。好，那既然这个法呢，它有存在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它最主要是要保护呢，我们就是受雇的人嘛，那我们要请教律师，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修订的法当中，有哪些是雇主要特别去注意的？这个法在原来的条文在91年3月8号的时候开始制定，去年把它修正，有一个大幅度的修正，把以前漏掉的地方把它补上来，然后这次修正的主要重点，我们就看它的修正的理由，最主要是在强调说，为了保障工作权的性别平等，这句话的话，事实上就是要保障性别在各个工作权得到的一个是实质的平等，而不是形式的平等。在91年3月8号那时候，开始实施这个规定的时候，事实上各个企业、各个单位都没有办法适应，因为这个法律，我们在讲法律，有时候是社会进步，然后法律被迫要修正。但是这个性别平权的法令却是以新法来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接下来新法还有这次修正的这些规定的话，必然会对各个企业各个雇主带来很大的冲击。是的。那其实呢，长期以来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工作职场上，我们自己都有感受到，还是有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的存在嘛。那我想呢，要让我们观众朋友能够直接了解，最直接我们就是来讲一些案例的部分哦。那王美琴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有哪些案例呢？
是没有错哈。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法条又修正之后，我想真的是保障一些工作者啊。那就诚如我自己服务的科系，其实很多大部分都是生理女哈。那生理女的部分，其实在工作职场上，其实最先面临到的就是她即使生产或她就不太敢请育婴假这个部分哈。对，公司也很多啊，是，然后他就觉得有问题，是，他就觉得说，我要是请了育婴假，我可能就回来就没有工作了。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保障工作者的一个平等的部分。对，所以其实就是最常见的啦，就是很多育婴的这个问题，生产生小孩，有的人甚至说为了工作其实不太敢生，怕说回来之后这份工作就不保了，哇，真的是。那我们现在又少子化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隐忧。对，没错。那英嫂老师呢？其实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在里头呢，当然还是回到一个性别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跟观念，其实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对自我的一个定义跟概念。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台中一中曾经有一位曾老师，那他由生理男，然后他宣告他要转变成为生理女，她甚至于去进行了所谓的变性手术。那这个是一个很平顺的案例，在校园里头，因为经过了非常多年的一个推动之后，曾老师受到了这个学生家长还有学校的一个认定跟认可。但事实上，在很多的职场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女生穿着比较男性化一点那这个可能别人对他的称呼啦跟称谓啦，那甚或于是男生，如果我想穿个裙子来上班，可不可以呀？那这个样子的状态，我们如果回到了现有的一个性别工作平等概念，是一个工作平等，可是现在回过来叫性别平等。所以是说，我们可以回到自己内在对自己自我价值的界定，我想这个很重要。老师，你刚刚讲到说，可能就是男生穿裙子来上班可不可以？可是我觉得一般我们现在问那个公司你如果看到那个业务员还是什么穿的男生穿裙子来上班，老板可能会觉得说你穿的不三不四，他会觉得说成何体统？可是这样有没有违法？律师？我举个例子在台北地检署有一位年轻的男检察官他长得非常的帅，然后有一天就是去年开始，他每天都穿着的很隆重华丽的女装，而且留长头发，还化妆去上班，结果同事们都非常的高兴。因为真的很漂亮，是，然后也不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这个相信这个案子，大家网络上面一查就知道他是谁。可是律师对，我想这里要讲一下，你不能因为他很帅或他很漂亮，改穿女装，大家就说 OK 那个不好，不漂亮对不对？对，不行吗？对，不好意思，这个那个律师在条文上极度的优秀。但是呢，这个对我们这种长期浸淫在性别平等概念底下的人，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就算你觉得他穿起来没有老婆漂亮，没有这个林志玲漂亮，你还是要认同他真的要穿女装来上班这一件事。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谈到的性别平等，而且性别平等法其实是今年3月8号正式上路应该是去年修法嘛。今年正式3月8号正式公告施行我想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在实务上真的是需要有一些转换，对，要转换，对。因为上一次我讲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也被那个英嫂老师给我纠正，他说我这是不对，你不能因为他穿起来漂亮，你就认为说，他可以穿裙子来上班。那如果那个男的穿起来不漂亮，你就会说你不能穿裙子来上班吗？这样也不行对不对？我们职业病当老师的就是这种职业就是挑剔。但是我们是真的要跟观众朋友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因为其实这在有关于性别平权这方面，其实我有些
就连我有去做功课，还有一些很多地方我还是不是很了解的。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节目呢，带给我们观众朋友，透过一些案例哦，实际来了解说，到底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呢，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做到尊重你的同事，不要去歧视或者是有差别待遇，尤其是雇主方面啊，哈，哇，好，那这样子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说我们平常就是现场的。大家可以接触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以外，好像说有些人其实上班他是透过网络，对不对？网络方面的这个沟通互动，其实有没有涵盖在我们的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呢？我们一样要请教律师。网络呢，我们通常叫它叫做一个虚拟的世界哈。但这个虚拟的世界，在网络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它已经介入我们的生活比例越来越高哈，所以在法律界应该说商业界、法律界都一样，有虚拟世界已经实体化，它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实体上的生活哈。所以我们在法律的解释以前，这个虚拟世界这一块似乎是法律的真空状态，但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法律法学的显学了哈。这个越来越重要哈。现在虚拟货币啦，还有是网络诈骗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哈。那当然。关于这个性别平权、这个性骚扰或者说性霸凌等等这个问题，事实上在网络中发生的比例，这些案件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家里当起键盘手，有些当键盘手有一点危险，就是说你没有面对对方，没有看到他的表情，所以你的言论表达有时候会超出界限，自己都不知道。好，所以现在这个网络世界、虚拟世界的这些不管性骚扰或性霸凌案件，通通一样不会因为在网络世界犯罪或者侵权就变成法律是真空状态不予以追究，并不是这样所以一视同仁。所以在网络世界一样透过网络一样就会构成这个可能你做不好会有违法的问题发生，然后那这样子的话，英嫂老师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做分享？这非常的多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职务的交办啊，工作的交托呀，常常就是用赖群组嘛，赖社群啊。那其实我相信律师一定很清楚的，这个群组就叫做公开对，一起里头3个人、4个人以上那你在上面写一些，比如说，哎呀，这个碧纯，我们里头你最美了，这个客户你去搞定他。哇，这听起来可是我们如果日常生活这样讲话的时候，你或许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可是当文字就像刚刚律师所讲的，它没有所谓的互动的感情，那你也没办法得到及时的非语言状态的一个回应或回馈。对，那像我自己看到会说我最美，叫我去搞定他，是要用色诱他吗？就我会有这种感觉不舒服。对，然后万一一个不小心，我又是你的长官、上司，律师这叫什么啊？利用权势。所以这种案例超多的，我相信美琴老师这边也。其实网络的时代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平常都觉得无所谓，反正都在写在那上面啊，大家不是都这样写吗？甚至于整个工作场所里头，很多时候就会说，就你最漂亮，你去买饮料，可能他还会算你便宜一点。哎呦，哇！那对不对？那是会算贵一点。所以，他如果后面还补充一句，他说：“千万不能叫那个人去买那个人每次他讲话也不得体又长得丑打扮又不好不能叫他去买，然后完全都原价，根本就是霸凌了。对，都完全都原价了。群组里头可是还是把它当作开玩笑啊。一点都不好笑，不是心里就很难过吗？而且现在很多就是可以截图，虽然你是在别的群组讲完，人家截图传给人家看，对不对？可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他是我的上司，我敢不敢讲？对呀，我敢不敢说？
那所以事实上，像我们也都有去受训，也就是说，在现在的一个工作场所的一个性骚扰、性霸凌的一个部分，我们也都是调查委员。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就觉得也是给工作者的保障。真的，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有时间的，还是要常常去沟通，去培训这个部分。否则，我碍于我自己的工作，我保有我自己生存权，我哪敢说话，我哪敢反应呢？那这个部分要请教律师，就是如果雇主他自己本身就是那种对人家有权势啦，或者是性骚扰的部分，那这怎么办？我们就是自己去检举他。照这一次修正的新法就是把雇主责任在旧法的漏洞中把它全部填补上来了所以因为雇主自己雇主或者主管或者最高负责人自己犯性骚扰或者说他利用权势来犯性骚扰这次的修正法条都把他责任大幅的加重。加重会出现一个叫做惩罚性的赔偿金。惩罚性的赔偿金就是，比如说通常这个是要赔10万块的精神慰抚金，但是因为你是雇主你是长官，所以会裁罚1到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如果利用权势的话，那可能更重会到3到5倍的惩罚性赔偿金。所以就加重处罚。对。可是英嫂老师，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那我今天如果要去检举我的上司，那就除非我自己啦，要做好离职的准备啦，因为你去检举他，他怎么可能后面会善待你呢？这怎么办啊？这次的法条里头也完全补齐了呀。这个里头就有讲到说，当然我们过去都会谈到所谓的不得嘛，不得这个去损害到申诉人他的一些各等的相关权益。然后除此之外呢，他在所谓的申诉期限上。这怎么问我？律师在这儿吗？那个是委员呢？对，他的申诉期限也有被延长，而且可以从他离职之后开始起算。比如说，我今天已经非常忍受了，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不干了，我不做了，好，我才把过去的东西讲出来。对，他就不含带所谓的事情发生的开始算起，它是你可以从你的离职之后开始算。所以这个已经有很强烈的去保障到所谓的刚刚主持人所讲到的不敢的这个部分所以你就可以好好的工作，你可以忍到10年，10年已经真的我不能忍了，好，我再来告，所以这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回应到这个问题来，我就会过去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做讲习，去企业啦或到学校去帮忙做讲习的时候，你会发现校长啦、大老板自己签个到就走掉了。那都是主管老师坐在那。其实我现在觉得整个新法修订以后，各位老板们，你们才是风险最高的，因为别人不会提醒你，他不会告诉你。那有一天他告诉你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离职之后，然后你还开始一直在想，我讲过这个吗？我说过这个吗？偏偏人家指证历历。哇，那这样子是不是要留下一些什么证据啊，律师？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那个雇主责任的部分那雇主责任除了说从离职开始算时效之外这个关于雇主涉犯性骚扰，这次的新修法就规定得很清楚你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诉因为这个有关于职场里面我们这次新修订的法令里面，当然公司里面、事业单位里面发生性骚扰问题的话，申诉的对象是雇主，但是雇主本身犯法的话呢，那申诉的对象是向主管机关，对，而且主管机关如果认定说这个雇主确实设有性骚扰的话，还可以裁罚1到100万元的罚金，相当可观所以这个雇主要非常注意以前这个性骚扰防治法，他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个是员工私人之间的事，他不便介入。但是这次修法大幅度的改变，就是说雇主责任，第一，员工发生这件事情，雇主要主动的提供申诉的协助，要介入咨商等等这些要甚至要做
立即有效的防治措施哦，比如说把相关的人员职务稍微调动一下，是哦，然后开启调查程序，这个都变成要主动进行哦，这是雇主的责任。所以就是新的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有讲到这个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救措施，讲的就是这样子嘛。立即有效的补救措施，第一点就是你要协助，而且要主动开启这个调查程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哇！所以现在这个新修法之后，其实就对我们大家更有保障了啦哈。但是刚才讲到说，真的我要隐忍10年，等到我离职，我再去纠正它。这个真的是哇，所以对啊，所以这也是蛮累的。所以有没有相关案例呢？美琴老师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说，就刚才诚如英韶老师所说哈，其实很多时候对，没有错哈，都希望说，哎，在工作职场当中要开设这样的一个性别平等的一个法令或相关的课程。那往往呢，老板就会说啊，我当然被亏灰啦哈，啊，我等一下要干嘛哈，然后就签得到，哎，你们慢慢听哦，啊，我先走了。天哪！他们根本就不重视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您看哦，现在这个新法开始的时候，哇，雇主你要绷紧神经喽。如果你没有绷紧神经的话，到时候第一个裁罚的就是雇主。对，真的，所以就是其实很多老板啊，不管开什么会，他都会说，来，我到现场致个辞，然后就说，其他你们自己开，慢慢听。但是他不晓得说，其实有这种这么重要的法令，尤其是现在社会这么进步，然后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你应该要自己好好坐下来去了解、去听，不然可能第一个受罚的就是那个雇主嘛，对不对，老师？我也要再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除了受罚之外，如果说老板没有好好的去善尽他内部的教育责任，有可能是他在工作上面很重要的这个大帮手、大助手踩了这个坑，万一不小心踩到了，那结果呢，也因为这样有了一些各项的处遇措施啦，或罚则啦，或者种种的结果。搞不好，老板他反而还要失去这个大助手，那很可惜，因为以老板的中心价值就是有好的营业绩效嘛，好的工作表现嘛。结果好了，专业部分没问题，结果反而是在所谓的性别意识、态度这方面出了状况。对，那老板是不是反而失了一个很重要的帮手？那在这种情形底下，真的在新的性平法修订以后的这个性工法，请所有的老板跟雇主务必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正式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它不单单只是性别平等，它可能还会延伸波及到你的工作的专业表现上面来。对耶，所以其实在，现在就是说，在工作职场上啊，那你不要因为性别平等你去触犯了相关法律，然后让自己权益受损，然后可能整个公司也受损，名誉也都受损了嘛，对不对？美琴老师，但其实我们就是一般像我们上班族啊，那可能比较常遇到的一些认为不平等的事情有哪些？对，像主持人这个是越来越有概念了啊。像我们所知道的是，很多的企业大部分都是由生理男所组成啊。然后可是，在企业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生理女的一个工作者啊。然后有时候几次我遇过老板，我说：“哎，老板，你们的公司里头有没有哺乳室？”老板都很讶异的看着我，他说：“弄杂波现在都在哺乳室啊。”我说：“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友善员工的一个部分。”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哦，乌啦，我们那个最隐秘的那个茶水间不然就改一改我们来做一个哺乳室。”那我进去一看，也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空调。那是怎么友善我们哺乳者的那个对工作者呢？你在里面你在一个哺乳，你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友善的环境，你需要有这个冷藏的一个设备啊，对不对？所以像这个部分，完全老板也没有。不过我们最近也的确有看到，有些老板有警觉到，所以他现在有一些企业托儿所，有一些幼儿园慢慢在友善职场，他也觉得说。对，
不是只有工作者是男性生理男需要这个用功认真工作，他可能也有育儿的需求啊，所以他现在都会设立所谓幼儿园。的确，这个部分有慢慢在修正当中。对，这个部分就是已经开始慢慢有进步了。之前就说怎么可能让你到公司来喂奶还是挤奶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英嫂老师？没错啦。但是虽然过去性平法以前的性工法。就是性别工作平等法里头，其实也有规定啊，100人以上的公司啊，这个里头应该有什么，这性工法里头都有讲。但是事实上，就诚如美婷老师刚刚讲的有些老板就会觉得啊，我规间公司都拢查甫的啊，干那迄个会计一个查某的啊，个扫头开欧巴桑啊，所以我应该都无这不要紧吧。请教你的老公律师哦，我不小心透露出来了。我们那就是张燕，他们两位是夫妻啊，2位都这么的优秀。好，律师，如果说100人的员工，然后没有设立，会有违法吗？会处罚吗？当然啊，那很多人都不设他就让他罚，是不是？对。应该是对了，应该是说这个新法刚过那个政府主管机关的稽核还没有很强力的去执行当然是我们都希望法条定了之后不要用，为什么呢？希望定了它就等于是一个指引，大家朝着这个方向走，自动自发的往这个方向来走。我想这才是立法的最主要的精神我可能要刚刚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企业负责人他没有去协助没有把这个友善环境的这个教育公告或者说申诉管道定清楚的话，公司还有公司负责人的名称姓名还会被公告，还有这一条是这因为这样公告的结果会让社会大众求职的新鲜人知道说，哪家公司可能他这个性别平等的环境不优。所以现在还有这个措施，所以要特别注意。是。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请我们律师夫人把刚还没讲完的话给他讲完。我刚打断他，就是为了要介绍说他们2个是夫妻的关系。我忍很久了，到底要不要介绍呢？还是介绍了。来，是因为在性别平等的概念底下，育儿不是女性专属工作，我们要把机会也留给当爸爸的。所以这个过去的像育婴假，其实育婴假传统可能都认为说就是女性在请的，不是这个男性也该请。那只是说，毕竟请育婴假的男性还是少。那有托育，刚刚请老师讲的托育其实爸爸也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司，因为可能爸爸的就职环境比较好嘛，大型的企业嘛，所以这个是幸福友善企业，所以就换爸爸把孩子带到公司去所以我在想，这个是一个平等真的很重要的概念，也是建立美满家庭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一个家庭的成立不是只有太太干哪些事，先生做什么事，而是应该一起的。那职场应该要协助我们所有的员工，可以圆满他的这个公司的生活啦，公跟私2种都要。没错，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被框在那个刻板的印象当中，觉得说什么男主外女主内啊。像我们知道说那个律师在家都要洗衣服、扫地、煮饭，不小心讲出来。所以其实是性别平等的时代啦，真的是大家互相尊重啦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3位来宾到节目当中然后有一些工作职场上面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去参考我们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然后了解说到底自己的权益有没有受到保障。好，那如果有问题可以请教我们的性平专家，还有我们的律师，他们都很愿意为你们服务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3位来宾，谢谢你们。好，那我们再会喽，拜拜，拜拜。